台湾麻醉医学会是做一份调查，结果所发现讲，全台湾有70%的人会惊煮麻糬。因上界烦恼的就是讲，惊这麻糬若煮落去，就无法度精神，也是讲惊有副作用等等。即马专家就讲，其实即马的麻糬这副作用已经减80%，所以煮麻糬进前，若准会当找专科医师来讨论，就会当降低风险。13年前，2010年，台湾麻醉学杂志有发表一篇论文指出，国内麻糬的死亡率是美国和日本的12倍，所以一民众若听到爱煮麻糬，有关是真惊吓。麻糬迄个量吼，煮来伤济，啊，结果就袂醒啊。他的经历啊，他的医疗的就是技术什么的，去多了解，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为着要理清民众的不安，台湾麻醉医学会有做一份调查，发现有70%的民众会惊煮麻糬，其中有37.2%的人上惊无法度醒过来，36.8%的人惊副作用，30%的人惊手术中醒过来。侪人因为这样疑虑唔敢手术，但是安尼可能会牵着治疗。学会和专家强调，麻糬药物一直拢在进步，副作用会当降低80%，也建议民众一定爱伫手术进前找麻糬专科医生讨论，了解谁是你的麻醉专科医师。谁帮你上麻醉，一定要求这个你有你要求知道的权利，甚至你可以要求见到麻醉专科医师，然后知道一些麻醉相关的风险。有一些不管是新型的一个监测仪器或新型的药物，都可以更精准的掌握病患在手术中的麻醉的深度，以及手术后、手术中的一个疼痛反应的情况。专家强调，麻糬是一项需要精准用药的专业。廖文静医生嘛，呼吁民众，亲像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BMI 超过30等等的患者，属于麻糬高风险的族群，所以做手术进前，都要找麻糬专科医师了解病史，才会当确保手术的安全和恢复的品质。记者卢尚如、郑春友台北报道。